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來呢個節目。今晡日老大家來紹介乜嘅咧？今晡日老大家來紹介一本嘅新書哦，是係兩本書哦。兩本書我看嘅時間咧，用咧一絲絲嘅時間哦，因為咧兩本書看睇過後，做咧本日上動到嘅事情。兩本書寫係跟老善有關係哦。你客家人當中呢度大家都善讀，就係講頭白係讀善讀，慢慢嘅呢度偏題嘅。大家老朋友你見解裏邊嗬，其實係理解呢個南埔美濃界客家教師妹劉聰鳳分享。大家好，我係聰鳳，我從高雄美濃來，嗰個先提下嚟同大家講法。分享聰鳳哦，哇，聰鳳係一個請等一下嘅師妹哈，為什麼呢？因為喺錄樣之前哦，哇，有青島嘅時間做啲大嘴鼓有冇？就覺得說哇，其實聰鳳其實是一個看起來哦，這樣嬌小的，然後細嘅這個講師妹。唔過哦，大家有他的內心，哇，有好多的事情，好多的想法，好多不一樣的東西，而且你是一個很愛爬山的人，對不對？昨天講蠻喜歡，到現在都還是。日下都還得爬。我知道唔係蠻喜歡的，我知道係很喜歡。因為一般人講，其實在生長的過程當中，有青島人會問嘛，就是講，你喜歡海，還係中意山？那有些人會凶一下，因為大家就會知道講，哦。這兩個都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做對本意心胸很開闊的一種風景，大家就會知道要凶一下哦。剛才就同聰鳳講，我說凶矮一下就想好了，我喜歡山。那就想講聰鳳是不是也很愛山？來講好山啊，不過就是也很喜歡海。可是山本意嘅感覺冇強用聰鳳。我花了一些時間，就是釐清這個山跟海給人的力量。你知道有乜嘅力量係冇強用嘅？有一段時間，我喺提海邊，就提花蓮同台東，就是7、8年的時間都在花東，在那邊居住，然後很喜歡一望無際的太平洋，哇，就是那個浪濤聲，是，可是住久，就是真的在那邊生活，最讓我可以安定下來的，還是花蓮的中央山脈，就還是那個山。然後鬼美濃，馬黑啊，就是美濃也是環山小鎮，那個歸屬感是很強烈的。然後海的那個波動感，就是也很強，它可以讓你啟發流浪，然後漂泊，向往遠方，一望無際。可是山就是安定，沉澱，往內收，然後豐富。你看一座山。它很多的森林跟除了森林之外，就是還有你連樹幹、樹皮上面都還有非常多的生命在裡面。是樹幹上面可能有第一有苔蘚，苔蘚裡面可能還有昆蟲。就是對昆蟲來說，那一小小一片的苔蘚，可能就是一座森林哦。所以你不要說整座山。就是它孕育的那個是非常豐富。對，人家雄青朋友談到問，你問一下你喜歡山還是喜歡海？他對山有這麼多的描述，有沒有一個樹皮裡面的苔蘚裡面就會一座山？所以你看你對山的情感很冇強用嘅。因為我們做得去昆島啊，海我們不會潛水啊。你就是看這樣，唐聰鳳有講起來，大家就知道講，其實海洋對於佢來講，因為對我嚟講係較漂泊嘅感覺，唔過山嘅感覺就會較安定，希望就會歸屬啊，就親有意思，親有意思。因為聰鳳看到我就會講，我說我喜歡山，聰鳳說哦，我知道吼，有可能吼，像你按樣吼，講把按夾嘅人吼，你需要山給你的安定跟歸屬感，對不對？哈，所以其實講到鴉片，其實這本書其實跟山有關的，那裡面其實記錄了青島你爬山的經驗，對，那一開始來看人家書的時間，會想說，到底爬山可以寫些什麼樣的東西呢？啊，看一下，發現，真嘅，裡面寫到是非常多內在的、比較內斂的、很理心裡面的一個東西。你要不要簡單講一下？要很用一本書。一開始寫的時候，只是想要寫下，
爬山的事情，就沟斗师啊，沟斗故事都得讲，可是后来发现，所以写了很多在山上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大学的时候，一开始我大学是山社的登山社，就是从学生社团开始，然后去登高望远，就是所有的人一开始爬山都是这样子，就是去写山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很冷很辛苦的时候，但你为什么还会继续爬的这个，后来他写的比较久，是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个是不够的，就是你只是写，就像你出国旅行，你写出去玩，它其实就是游记，我后来发现是山带给我的力量，还有我的教导，他很像是我的老师，一开始我觉得他是我的伙伴，或者是我要去走过的地方，但是他现在是我的老师，是他除了带给我山里面的风景，还有后来是关系，就是家人的关系，因为我爸爸妈妈一直很反对我爬山。这是真的，就是一开始我妈妈就说你大学什么社团都可以参加，就是不要加入。为什么？我觉得母女就是很母女连心哎，她就是知道这个小孩要往山里走，就是有可能会做这个选择，但其实老天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我根本没有想过我要去哪个社团，所以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在社团摆摊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是妈妈叫我不要参加的登山社，我硬要参加，没有，我就去看一下，我没有这么反骨，最后还是进入登山社，就这样一路走来，对，然后就写了亚本书，然后后来到书的后面是，就我反而带爸爸妈妈去爬山，然后他们。也因为这样子，就也一起走进了山里面的风景，对，就跟他们分享，那些你可能忧虑的安全啊，其实是有很美丽的。对，可是当然哈，有些朋友会吃到讲啊，你就爬山又按难黑毛，其实同类爬山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啦。对，比如讲你不用假嘅时间，了你嘅时间，你同某下嘅家人也係朋友，一行行聊聊看風景，哎呦，係親好嘅。一般人都會講，你去爬山嘅時間，你做在吸收迄分多精，有冇？你降水下嘅空氣。不過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嘅爬山，就會你會背一隻輕重嘅登山包，有冇？然後一進去就很多天，有冇？然後因為要走很多天，然後包包又裝得鐵重，有冇？唔講乜嘅東西都會有。然後有時候，而且有時候你太搞一點，有大自然的力量。是完全超乎你想象的，对不对？然后你不可能去对抗那个力量，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会按钮你。或者说你在山里面，当然就会像崇凤跟妈妈讲，就会觉得说，哇，你做这件事情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危险。对，那后来我看亚本书，崇凤就会做按钮的事情啦，他就是一个 7人哦，其实黑公鸡站起来，他真的是瘦瘦的，娇小。不过你一上，你就会背一个登山包，你就在山里面闯天下的那种感觉，就会按钮你崇凤。其实大背包背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就是要一定要就是去走闯出一些什么，但是走上山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一个大背包就可以安置你全部的，对，比如说7天、10天、15天，你都可以从一个大背包里面结束，你的家就是这颗大背包。你最常在山里待多久？连续的话，你说从到现在吗？对，到目前，就是你目前为止，你爬山可以按斗拜，就是你叠山度。台湾，台湾的山，雪山山脉有走过，全部走起来走19天。哇！但是后来去美国爬山，有一个半月过，可以说就是1个半月都一直在陆续的爬山这样。对，阿帕拉契山径。对，阿帕拉契山。该你按勇给告诉你，是不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就建立你跟山之间很不同一样的关系？那相信你第一拜爬山的时间，一定像我一样比较像观光客跟心情。我超讨厌爬山的。小时候妈妈带我们去爬山，寿山，高雄寿山，高雄寿山，那个就是全部人都知道这个山，然后那个下午天气很热，然后妈妈就说要去爬山，爬山对身体很好，跟大阿姨，然后就带我们几个就邀我去，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汗水黏黏的感觉，然后又要一直往上走，很无聊。第一拜还有一个杠树，可是杠树小学2年级，你跟某兄弟，你后来会变成完全没有变成
哦，山的好朋友，黑暗有个感觉。那个就像是一般所有的孩子，可能一开始都可能跟父母亲去外面走过，然后因为很累啊，小孩子的体力也没有大人好，是等到自己可以就是远走高飞以后，太敢讲翅膀硬嘞，有吗？就做的一三年，做完有个事情跟世界。其实应该是高2的时候，爸爸有带我们全家去合欢山。台湾 CP 值最高的一片高山草坡，超真嘅，太家主讲合欢山嘅风景係清涼嘅，查都得去。韓國一般人也做得去，唔會講特別專業嘅人才做得去吼，但係清楚。生意嘛做得，生意也做得吼。好，用親朋友咧，了解衝鋒金魚帶來，然後大家都小解，東到到樹地圖下到有撈山有關嘅故事，唔過係從呢個鄉親朋友先聊下，啉下茶，等下轉來咧，好好咧問下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做得撈大家講咯。今日當歡迎做啲繞牆度，你講讀米農來解重逢米農，以前是阿公阿婆啲米農，阿公阿婆阿公阿媽攏聽米農，對，然後古時候亞哈你做啲講係回鄉，做啲人講嘛吼。都對啊，亞哈回鄉其實很流行的，有冇？有啥唔知，都嘛給我這麼流行。真嘅樣，唔過公司太棒吼，其實太家啲冇嘅重逢啊，佢寫冇，一隻寫冇人佢出的揭山吼，然後寫書吼，寫作當作家之外，太家可能唔定，你現在其實也可以說是農夫，做啲人講嘛，鋼鐵人。做農事嘅人，有做事啦，冇做過多。你要同大家上做哦，你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啲米農有種乜嘅東西嗎？種過東西呢，種稻子，稻子是一定要的，生而為人，吃飯就是要種稻子，還有地瓜、南瓜、花生、豆子，黃豆、黑豆、毛豆都有。你自家有保秀，你自家有真正去做冇？我自家有下去做，幫錯呀，係乜嘅東西？有啊，不過就是某年嘅時間，因為下去做。某年嘅時間，你是一個平常先生在，然後先生弄就對了。大部分是哦，因為我還要就是大部分在電腦前面敲字，就是寫作跟有時候帶人上山。我覺得好棒哦！鄉親朋友，你想看啊，一個什麼人的米農去家嘅家鄉哦，有冇你自己務農這種感覺已經很棒了。不過你唔睇務農聽聽誒，有時間你哋天露面前就做得下詩。我的意思是你就可以寫作，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挺幸福的事情。不過公司太棒，回到我們這本書講到的是山，對不對？而且這本書其實書名很有趣哈，我願成為山的侍者。對，要不要幫我們分享一下什麼是山的侍者？這個山對你來講係某種嘅關係，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因為這一定有很深層的意義在裡面。這個關係是改變的，就像我一開始說，就是一開始爬山很不喜歡嘛，覺得無聊，到後來自己願意就是走，就是背着大背包跟學長姐上山，然後去享受那個遠山的風景。因為爸爸帶我們去合歡山，我很喜歡那個遼闊的草坡的那個感覺。然後，但是那時候山對我來說比較像是嚮往，到後面，然後你再走幾年，就比較像是夥伴，就是，然後再走幾年，到後面會覺得他像是老師，就是會告訴我一些事情，因為然後到自己真的可以獨當一面的時候，可以帶那一次其實是我們去一樣也是合歡山，就是合歡東峰，然後帶朋友的孩子們，然後很多的爸爸媽媽，那些孩子們都2、3歲，就是通通都上高山，全部就是小蘿蔔頭。我還記得是早上日出的時候，我帶他們去走東峰，然後我記得走出來，看到給就是那個陽光打在身上的感覺，然後突然看到那個草坡的時候，我突然像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像跟這個山谷，或者是跟這塊土地
也不是也不纯然是伙伴关系，我好像是在为这群人服务的，或者是就是为就是像是为了因为这些妈妈孩子们。就是这些爸爸，他们平常如果没有人带，是不可能带2、3岁的小孩到山里面去。但是因为这样子，你看到 S 姐就突然好像就想通了一个，就是啊，我好像是一个 waiter。你像那个餐厅里面 waiter 不就是小姐你好要点些什么，就是为你服务，然后给予你需要的东西。那这些孩子们他们也是想上山，爸爸妈妈不知道怎么带他们，因为他们都还很小。然后我们在那个中间就很像是一个管道，因为我们跟山很熟悉，就引他们入门。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侍者，我是侍者。然后那时候那瞬间就觉得哇。荣耀，就觉得我喜欢这个位置，就是我发现我喜欢，而且你不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或者是你像女仆之类的，没有，不是这种，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你面对3个时间，你觉得是一种荣耀的服侍，对，就是你觉得我可以来服侍山，服侍这种大战的力量，然后我服侍山，就是我服侍你，但是是荣耀的，然后用嘛该用给逢事呢，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除了你自己登山之外，其实你也创造了别人接近山的机会，对，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可是很惊讶哎，太高就会吃到会开山要很有体力哎，结果你带的都是，你还想要带，比如说像3年太高有看到嘛，给胸片有看到，还想要带不同。对，还有4每年、4来年，也阿公阿婆4年，阿公阿婆唔讲系嘛？有阿妈，有一个阿妈，她是助产师，有一次带孕妇。有带怀孕的妈妈，我们当初讲好要出发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怀孕，7个月前，7、8个月前，等到出发。她已经7个月身孕了，7个月肚子已经很大了。但是这位妈妈，对，她非常的心意坚定。她的先生是一个流亡藏人，就是出生就是高海拔、高原地带。他看到台湾的高山，我无意间在我们家看到台湾高山的风景，他就说好像他的老家哦。对。然后你看到这种就是就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但是常年无法回家。就会想说想要带他们去山里面走走，然后那时候后来他老婆怀孕嘛，我就想说我怎么带孕妇，谁敢带啊？很危险有没有？对啊，那走一走，如果可以用又在山上很麻烦哦。就问啊，就是问医生啊，问助产师，然后那个助产他选择居家生产，然后他就体肤卡，七卡落安呢，那助产师唐公 A 去爬山，就说崇凤你要带他去爬山，然后我就说心里就想说，然后他就说这么好，我也要去，然后她是一个阿嬷，就是有孙子了，我就想说，这么难得，虽然我不知道带这个阿嬷上去到底队伍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但是就是就觉得难得，因为那一拖啊，就超多老弱妇孺。嗰種艱難人每下，可能重豐有講到嘛，有冇人帶孕婦有冇，生兒有冇，阿媽也有。所以說，其實如果說大家想要在參加安永給雪山給發通，其實重豐有在帶人爬山，是不是？那是那個時期有在帶這個，然後他讓我跨越了很大的包含自己的界限，或者是社會一般告知我們的標準。對，孕婦能爬山嗎？對，2歲的小孩，你就是一直走在那個邊緣，有冇？沒有，走在那條線有沒有？這是不行的，是他們，而且他那一天你知道下雨。平常下雨，我們自己爬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可是老弱婦孺很滑，會擔心，怎麼？7個月大的生育下雨，老弱婦孺，然後你會擔心。然後我還記得我們在入山前，就是在前面的一個休息站、休息點的時候，我還就是車門已經關了，要出發了，我還是很猶豫，我就還把車門打開，然後問一車的那個女人孩子們說。你們這個天氣
有要放弃吗？对，就想要给他们一点。我说，还是我们在武林农场走一走、逛一逛，看看樱花，然后跑跑跳跳就可以回家。对，这样子也是蛮舒服的嘛。他们一车的人都这样子看着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怎么可以放弃？总得不用听。他们就觉得要上去，其实是他们带我过这个。就是我以为不行的，他们带你过了你心灵的那个界限，对不对？也过了社会的，对，然后我才知道就是叛逆的界限。没有讲谁 OK， 有三飞公有中的 M 中的，总共就会跨越安全的，我们安全的。我后来发现安全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重要，当然，可是是跟你的心理强度有一些关系，还有跟你是不是真的想进去？你是不是真的想？你真的很想进去，你就会好好走路。你就会小心。是，所以一般来讲哈，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说 K 3 K 4节，像这种一定要登大山，或是登小山，或是真的比较不是一般踏青，都会有入山仪式，因为你对他要尊敬嘛，对不对？对，入山仪式是后来我才有的，一开始也就是就是一般人爬山进去就是开始就直接上去啊，然后入山仪式是，后来比较就是几次开始自己去爬山，你会害怕？还是会一个女生去爬山会啊，有一次就是自己去南湖大山住1个月，真的会害怕，就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然后你会需要被保护，然后你也会想要有神保佑，就像家里祭祖一样啊，每次我们就是你虚弱的时候，都会想要找神明啊，那入山以后，你知道山里面它是有风险的，我决定这一段旅程，然后我要进去，我请你，就是我跟你告知，就是请你看着我，请你看着我，就是请你守护我，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也会很敬重你，就是大致上是这样子，就是一个沟通，对，跟他说的感觉，对。那台湾原住民他们其实会拿1小瓶酒，敬天敬地，敬万物中移动的灵，敬祖灵，我觉得那个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就是跟山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猎人打猎嘛，他们入山也都会有入山仪式，只是我们跟山的连接没有那么强，跟自然荒野的那个就是没有那么紧密了，也就慢慢的就是淡忘，或者是就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其实你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这个仪式是会出现的。对，其实讲的就是你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彼此尊重，就会买了都你给踢缝，然后我也希望你看着我，对，然后我也会很努力的在这里，对，是一种感觉，有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讲完以后，恐惧会消失，对，心里就比较平安，然后心里会踏实，你觉得你打过招呼，对，了解。我们超其实呢就会青岛 K 3 K 2有给一种给心里的感觉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我看有妈个细故事都得同大家来讲呢，聊一下，等一下咱做个大嘴鼓。今日到访已走的绕墙岛重凤来到节目第一读到大家在小改重凤的新书哈，哇，他说两本书读开始有下小头下，其实整个狗仓其实酝酿了8年研究的时间。那今天重凤带来的3本书3本书的上本理解看天时界乡亲朋友哦，所以强柔呢基本应係講有看到兩集，大家都想看啦，去到理解这个脸书呢，放起了理解免诉的留言，然后呢，我们要问一个题目，什么题目呢？就是这本书的书名，你看多简单。大家有看到哦？大家有看到没有？因为这个书名真的很棒。对，我愿成为山的使者哈。对，所以乡亲朋友呢，今天我们带了几本？我们带了几本？3本，对不对？3本。所以乡亲朋友只要到我们的脸书留言，然后写下这个书名最好是可以附下一句你爱这本书，很想看。对，然后我们就会有抽奖的活动，然后看是哪个幸运的观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本书。真的很棒！你想想看。
人家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有时候我觉得作家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是。他们花了按九改西给，然后写了这本书，然后你看我可能花3天看完，你看我就可以享受到好多人家花了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知识。可当然换个角度想，以崇凤的角色来讲的话，其实你想想看，你经历了这么多，你透过文字可以这么清楚的表达，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件好棒的事情。对，真的，这就是分享的概念嘛，对哈。故说给不给就会。有安有个证书活动，太给记得了，到脸书留言，好棒哦哈！对，你看，不像我不用留言就先偷偷读了一下，有需要赶快去留言哦。真给有，不过公司代发，我觉得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太给就无共斗嘛，现在是一边务农有没有？然后一边写作，然后很多时间还是在爬山，对不对？有嘛，还是会。可以讲来问一下青南的问题哈，这个是。从梦空的唔定啊，被梦爱有给梦听啊，很想问，就是说，其实你觉得山是你的老师，到了后面，你觉得他教你最大的事情，或是最重要的事情，可以吗？改，很抽象的一个问题有吗？太咖啡吃到哈，山教你什么？你吃到黑马改？他教我最重要的事情，2件，一件事是，你可以透过。不停的走，不停的认识这个家园，就是台湾，是这个岛。然后你会看见你以前可能不认同的那个家，或者是父亲母亲，或者是包含你自己，你不喜欢的自己，你讨厌的自己，你的恐惧、你的黑暗，这些你都可以找到包容，像山一样，就是包容这一切。山里面也有暴风雨啊，就是包容这一切，然后你会有新的归属，会有新的归属出现，不然就是远走高飞习惯，我是不会回家的，就是反而这是促进我返乡关于回家这一件，这是他教我一件很重要的事。对，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生命，就是生命真的很可贵，然后在山里面这件事情会更清楚、更鲜明，因为它更被凸显了。对，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会觉得活着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跟分分秒秒都是幸福的，都是要值得把握。可是很多时候就很快就忘记了啦。但是一再上山，它这件事情还是会不停地被提醒。快要忘记的时候就一贴伞，有没有？一爬，然后马上那个感觉就回来了，对不对？其实因为崇凤其实念书也在外地念书，不在家乡。然后后来你胸口一旦南部给声音诶，结果他都法脸腿都用给提缝，有没有跟大自然接近一样？不过要他最后的归属其实是回到美浓，用给种爬，然后周一给有没有泰卡讲哇？作家然后港铁营有吗？现在一种很浪漫的一种说辞，因为以前港铁营就港铁营啊，有没有？作家就作家，用下诗给你，不过也还唔黑哦，还有港铁营老下诗给你。对，现在不是很流行啊，半农半 X， 半农半写作，就是现在很流行，有没有？你看真婷。时代在改变，就会按永远有没有？社会在进步，就真品就会某个给时代背景酝酿出来，其实不一样的状态。那东野居兄从凤供给哈，因为你去 K 伞给勾成中间，你其实慢慢的重新反刍自己，对不对？重新认识自己，然后调整自己的整个想法。然后改变，所以当然就回到现在讲，所以我要讲是，所以现在是归乡的女生，而且跟家人的关系也变得更紧密了。对不对？而且会跟爸爸妈妈一起爬山。然后也可能因为大了，就是那个柔软变得比较柔软，不像以前就很反骨跟叛逆，只会就是跟他们吵架。就是因为鬼戏就你要面临到更多的沟通。我隔壁是我阿爸，斜对面是我偶鸡，就是你。客家人都紧邻，就是全部都住在一起，我觉得很棒哎。你觉得以前台风，我觉得很有瘾啊，是很棒哎。回去的时候压力超大，理解。又可以总哈，又会按抖给长辈。看你做也做嘛该，真的重到有冇哈？不过我现在要讲一个比较俗气的话题哈，就会讲，你像我们讲，其实有时候对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很多，其实从蹦去爬山时候，对于一种灵性的追求也好哈，但是。我先讲一个简单事情，上山真的要注意。听说你还参加过进山活动，黑猫？
就是捡垃圾，从吗？有吗？哎，乡亲朋友，真的我们要再一次的呼吁哦，太敢那么平常时一行聊聊个时间，真的不要乱制造垃圾，从吗？你现在去爬山有没有发现山里还是很多垃圾？有吗？越来越多人喜欢爬山，也越来越多的痕迹留在山上。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他们一开始爬山你是背着很多的食物上去，但是可能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留在原地，垃圾就不愿意。不会带走，但是它其实不是火车，不会有人来帮你收垃圾，就是其实一开始。大学那一次进山活动给我的影响还蛮大的，一个很重要带我的学长他发起的进山活动，我才知道原来山里面有那么多垃圾。他其实是在，他不是那个进山不是说你走上去好，我满心壮志的就是要捡垃圾，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垃圾，没有，垃圾都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好可怕哦！因为大家知道丢垃圾这件事情是。对，好好丢，好好的丢，所以他们会丢在地方比较，就是不会是在主要路径上，或者是光鲜亮丽的山顶上。可是你从山顶往下切，四面下去，全部就都跑出来了。山庄里面也是啊，但是因为没有人定期，除了志工之外，没有人定期会一直不停的收垃圾，也没有清道夫。那因为跟你越来越。常常在里面，那边如果变，其实有点像是你的家，你另外一个家的概念。谁会喜欢家里面有那么多的？对啊，你当然也会想要扫地啊。就像你自己的房间，对，有时候偶尔还是会清理一下。那个是后来才慢慢的习惯。后来下山的时候，就多少看到的时候会捡一些起来，但是你知道你的力量是有限的。对，古时候基本上来到鸦片同大家来写给按用嘅一本书里面讲到青岛较心灵层面嘅东西，挺有意思。还有给客山青岛某种嘅歌场挺辛苦，不过就是有没有？我们现在还是要环境呼吁一下哈，太感谢客山跟世界真的，我觉得不要留下垃圾。你想想看，他给你一个这么棒的环境，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那你就要爱护它，不是你去破坏它。有时候青董也没想啊，我丢一个瓶子而已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泰卡就按有秀，那个瓶子就不是只有一个，对不对？哈，这个是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些进山给反统叠低度啦，对。所以我看的时候，其实感觉上是很有感触的。给我们真言青粉艺邀请重逢。来到鸦片而且好远哦，连米农来基本你筹破财黑嘛，对，真的很高兴。不过真的很谢谢你来到鸦片同大家来写给一本按章掉嘅书哈，黑你把按到嘅时间来下同大家的分享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重逢，谢谢大家。真嘅，大家有闲嘅时间可以客山哦哈，青创嘅事情中不要忘记哦，基本有送书的活动，要到脸书留言。好，听你的时间就做嘛该呢，听你欣赏的走人同流。